稣讲遮个话煞，众人奇怪伊的教示，因为伊教示人亲像有权能的，无亲像因的经学书。撒到内吟圣诗45首，乌老大悲的护下。请起立来吟。撒到内应主教是咱的祈祷文，做伙出声来祈祷。愿伫赐灵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旨意得成，伫地人亲像伫天人。愿你一世今日互阮，赦免阮的过负，亲像阮也赦免过负阮的人，无得带阮一次，着叫咱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力、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落之。阿门。煞接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十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人来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伊府。第3日对死人中高我上天，搭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名，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公道的教会，圣道的上头，罪赦免，就替过我永远的活命。阿免，请坐。启应文交托，启应文第50篇。咱撒到来启应。
只愿上主的神临到我，因为上主有挂我。找我去传好消息，予散赤人，去医治心灵破碎的人，宣布受掠的得到头棒，受冤的出家路，宣布上主恩待人的年，到的上帝伸冤的日，安慰所有悲哀的人，得释安悲哀的人，予以花冠代替恢复。欢喜的油代替悲哀，称赞的衫代替忧伤的心，因受称作公义的树，上主在前来显明伊家己的荣光。我要用信实甲因报赏，要甲因立永远的约，因的后代伫列国会得到好名声。因的子孙伫万邦嘛会出名，这声所有看见伊的人会承认，因是上主祝福的子民。这是咱三到鸭头来祈祷。愿伫天顶大权能的阿爸爸上帝，愿搁一摆欢喜跳跳来到你的圣殿敬拜阿罗你。你是创造天地的主宰，你是圣洁公义的主。阮实在感谢你经选阮，互阮成做你的囝儿，互阮有份甲你坐倒，阁赐互阮死阁活的愿望。主啊，阮实在感谢你。阿爸天父，即几个礼拜伫地上有风台，有严重的火灾。也有互人心痛的恐怖攻击。阮感谢你赏赐阮伫台湾的平安，毋过，阮愈较要为着受到影响的受害者，迫切来向你祈求，求你亲心甲受害者甲因的家族同在，互因为身体的伤害疼痛的得到医治，互心灵艰苦的得到安慰，求你的平安临到，才会因为战争，也是灾难受惊，也是折磨的所在。阿爸天父，阮的人生路途无一定亲像世人所定义的成功顺遂，毋过，你应允阮祈祷的是，既若阮所求的，信就得到。所以，阮的确相信，阮绝对是你意爱的囝儿。帮助阮顺服你的带领，互阮经历你所安排每一个过程。虽然有艰苦，毋过中间会当有小确幸。虽然是时常失败，也会当对失败中间有学习的机会。主啊，无论最后的结果是好是歹，阮拢祈求你的旨意得成，伫阮的心上行出你所意爱的结果。天父上帝，帮助阮时时准备好做你好用的器皿，确实掠你做头，行出你的款式。艰难的时，鼓励阮，赏赐阮平安；心肝艰苦的时，帮助阮，就算流目屎，也会得到对你来的喜乐。互阮伫世上见证你的名，传达你的福音。主啊，最后，阮要恳求你保守阮教会每一个兄弟姊妹，求你的圣神甲每一个兄弟同在，随时成做阮上大的倚靠甲安慰。愿安尼感谢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祈求，阿门。主听阮祈祷，主听阮祈祷，恳求你
学老请本堂信歌队，伊要唱的是《遐通意爱》。
你的路美妙顺转，你徛起的所在，遐通意爱。感谢主，感谢圣歌队的献诗。圣经强托上帝的话，今仔日的圣经记载伫新约圣经路加福音第4章第14节到30节。我来读路加福音第4章第14节。耶稣伫圣灵的权能倒转去加利利，伊的名声遍传伫四围的地方。伊伫因的会堂教示，互众人学落伊。耶稣到拿撒勒，就是伊忠诚的所在。伫安息日，照伊平常的法度入会堂，就徛地要读。有人将先知以赛亚的册互伊，伊就掀开，找到迄所在，记讲：主的神临到我，因为伊已用油抹我，互我传福音，互送乡人。伊有找我，甲受掠的人讲，因话得头棒；甲失眠的讲，因话得到高光。来头棒受压制的人，宣传主欢喜的年。20节，耶稣合册行即事，就伫会堂的众人拢注目看伊，伊就开喙对因讲：即个圣经的应验，恁今仔日有听见啦？众人拢干净伊。奇怪伊的喙所出稳定的话，就讲：即个敢毋是约瑟的囝吗？伊就对因讲：恁的确因即个俗语对我讲：医生啊，你着家己医。既若阮听见你行伫甲别弄的，也着行伫遮，就是你的本所在。佮讲，我实在甲恁讲。陪有先知伫本所在，互人接纳伊。若是我真实甲恁讲，当以利亚的时，天空旱3年半，遍地大饥荒。迄时以色列中有侪酒寡人。以利亚袂捌放车去找因一人，只有去西顿的撒勒法找一个守寡人。过先知以利沙的时，以色列中有侪太高的，其中无一人得到清气，只有苏利亚人乃曼拿定。伫会堂的人听见这话，拢满心受气，就起来赶伊出城外。因的城起伫山顶，众人带伊到山脚，要甲伊扯落去。第30节，若是耶稣对因中间行过，做伊去。讲道，请本堂张牧师讲道，题目是耶稣的讲道。咱真多谢圣歌队真水的歌声，也替圣歌队宣传一下。咱今仔日开始，因要准备圣诞节12礼拜，你嘛会通诚做因其中的一个，互咱的阵容搁较水，搁较好，做伙来感谢上帝。请先甲我同心，咱做伙来祈祷。是天父上帝，你徛起的所在，怎样遐通意爱？因为上帝，你的话甲阮讲，你是阮的石盘，是阮的山脊，是阮的避难所，是阮患难中及时的帮赞。阮随时拢仰望会通来到你徛起的所在。阮亲像大笔讲，阮一生一世仰望上帝恩典慈悲缀阮到一世人，也阮要永远徛起伫耶和华的厝。今仔日，阮对四面八方来聚集伫上帝的圣殿。当然，阮知你毋是干那伫即个所在，你嘛伫阮逐人的心内，伫阮的家庭，逐个所在拢是上帝你的圣殿。
恳求你，互阮意爱，时常甲你相合伫地，会通伫遐来尊重你，来敬拜你，来信靠你，也来甲你有好的交陪。主，阮今仔日会通自由来遮敬拜，是何等的福气！因为阮看见伫中东所发生的战争，互阮体会到变化随时会临到。有时遮个阮无爱拄着的代志，忽然间会降临。当阮掠做真平常、理所当然，其实背后拢有上帝你的恩典。当阮会通自由来敬拜你的时，就恳求你帮助阮把握这个机会，也每一届阮的敬拜，也甲兄弟姊妹相合来到你的圣殿的时，阮的心充满了平安喜乐，阮的心也充满了愿意受教，愿意领受上帝恩典，你的教示甲你的祝福，迄种的心灵。恳求你怜悯，即时伫中东所发生这战争，不管是军人还是平民百姓，恳求你帮助，互即个战争结束。而且国际专家讲，全世界死的火药库，乌俄战争已经爆发1年半，也无煞。忽然间，中东即个火药库也爆炸。阮的烦恼，阮所徛起大海，即个另外即个火药库。以及北韩、韩国伫即个真紧张的局势中间，主，阮恳求你怜悯阮、医治阮、帮助阮，互即个代志无发生。求你掌权伫即个世间，互阮真正意爱受抹油的弥赛亚来到的时，是互压制的得到自由，互遐个受掠的得到讨放。不管是即马伫哈马斯手中，做人质，也是以色列开始要进行的地面战，阮会通想象迄个惨况，阮会知影有侪性命继续要丧失。阮求你帮助巴勒斯坦即时撤退几百万的人，爱去安全的所在。遮尔大人口的移动，遮个人要去甚物所在？主啊，恳求你怜悯互遮个政治家、互有关系的人，想着更较好的方法来解决彼此的即个纷争。毋茫会通用外交的手段，还是其他的手段，互即项代志真紧来和平来落幕。因为阮的能力真有限，上帝你公义历史的主宰伫即个中间来运行，毋茫真正和平早一天临到。互上帝你讲宣传上帝欢喜人的喜年，早一天临到伫阮中间。主，这是阮迫切的恳求，求你听阮的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我想咱真注目伫以色列甲巴勒斯坦即波的冲突。事实上，咱基督徒咱读旧约知影，这毋知是已经几百万届互相的冲突。最近查经班咧查受掠倒转来，当以色列亡国了后，犹大灭国了后，因互掠去巴比伦70年，佫倒转来到即个迦南地区。其实遐已经有一寡其他的民族住伫遐，所以伫迄个所在发生冲突，因要起圣殿，要起城墙，利未要起城墙，当地人就反对。从迄个主前500年、600年，都已经发生安尼啊。然后之后70年，以色列灭国，犹太人袂当去住伫耶路撒冷，因四散伫全世界到1947年，联合国来福因讲，恁倒转去迄个所在来立国。2000年无人住巴勒斯坦人已经住遐1-2000年啊。但因倒转去建国了后，因开始伫联合即张图是上新的联合国划分即块土地，才会互恁以色列人。你若看到绿色的部分，迄就是巴勒斯坦人住的所在。巴勒斯坦的人，因会通住伫即个West Bank， 咱讲这就是即个约旦河西岸，也是即个所在吼。然后加沙
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吼分做两边，哈马斯控制加沙这个所在，你看这个无大，即摆才知影讲遮住230万巴勒斯坦的人，然后这个土色的部分，拢是以色列控制地区。伫即个搁较深的土色的部分，你会通看见即摆真远啦吼。以色列人伫遐设立真侪集体农场 ，kibbutz 即个集体农场社区，因愈来去围墙，愈来愈压迫巴勒斯坦的人，所以迄个土地各方面的即个争分，今仔日爆发即种的战争今仔日即个地图主要要互咱看迄个耶路撒冷我即个指标佫无法度通耶路撒冷是中迄个所这是耶路撒冷耶稣伊活动的所在，较详是伫即个拿撒勒伫遮，咱就看吼，这是拿撒勒，加利利海伫遮，这是死海。今仔日咱要讲的大部分拢伫北边，耶路撒冷是伫南极，加沙伫即个所在，咱会较看见巴勒斯坦在地的人甲以色列人、犹太人的纷争已经几啊千年啊，迄中间有种族的矛盾，无共款的民族，有历史的恩怨。我伫遮已经住遮久，恁以色列建国，阮受赶，阮受压迫、受压制，宗教阁无共，犹太人信犹太教，遮个巴勒斯坦的人是回教徒等等，迄个冲突牵扯不清啦吼。今仔日即个情形嘛，毋知要安怎来解决。用仔日来开始，咱今仔日咧讲的，咱拢想袂到。耶稣讲道应该是大家真欢迎，大家真爱听。所以今日你读这个圣经，耶稣伫个故乡第一场的讲道就引起暴动。为什么会安尼？咱去想想，今仔日我是一个拿撒勒人，我来今仔日参加耶稣伫遮要伫会堂内底，伊要分享一寡信息。一开始你会通对较定咱看路加福音的描写，伊。乡亲，大家听即个讲道，情绪波动非常的大，大到一个程度，讲听了后，要甲塞水外口，甲车落山界，要互耶稣讲道到即个程度，要甲互伊死。所以咱会通看见，事实上，即段短故事内底有牵涉到几个主题。第一个主题，耶稣讲到比赛伊用以赛亚书61章，伫遐来讲即个比赛，恁逐个拢期待嘛？国家已经灭无，你讲上帝应允迄个受抹药，有一天要临到，要互阮遮受压制，要罗马统治的人会通得到头棒，阮会通得到自由等等遮的。伊讲到比赛然后伊举两个例拢甲外邦人有关系，也讲遮外邦人接受以色列先知，总是以色列人无爱接受因家己本身在地的人。伊讲到人的提示，看来咱拢会讲到，伊讲到信心顺服以及谦卑这个道理，这个话，互遐个乡亲听了气插，听了因挡袂牢，因受气，然后要甲伊车落山崖。咱就对遮来小可看者，咱搁看一摆地图，即个咱大概爱小可较了解者，地中海伫遮，加沙伫即个所在，死海伫遮，即个悬顶遮是，即个是加利利海吼。大概拢伫因就是即个地区，为加利利海有一条约旦河，一直落来到死海，即个所在拿撒勒耶稣的故乡其实无往加利利，伊是较内陆，差不多伫即个所在。加百隆伫死海悬顶，即个是彼得的故乡。今仔还佫有两个所在，一个叫推罗西顿撒勒法。迄个寡妇，伊是住伫今仔日差不多黎巴嫩即个所在，伊是即个外邦的一个寡妇。然后迄个乃曼，伊是苏利亚，就等于是阿兰人的将军，伊是住伫大马士革。就今仔日即个今仔日遮个国家开始蠢欲动，要拍飞弹，要继续来加工以色列的。所以
这时空的背景内底，咱会小可了解。提升我甲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个人认为读圣经，耶稣一开始出来传道，伊事实上是毋茫会通伫耶路撒冷附近，因为这是因宗教政治的中心，耶路撒冷。所以，咱看圣经开始写福音书，伊伫约旦河接受行洗的约翰，甲行洗的，然后咱读到。伊受圣神催逼去到旷野，撒旦伫遐甲伊试探，试探中间有一个讲，撒旦带伊去到耶路撒冷的圣殿，叫伊跳落去，所以伊伫圣殿迄个所在受试探。所以耶稣出来传道的时阵，伊是离开拿撒勒，先落来到犹大地区。伊敢若要伫迄个所在来做工，总是发生什么代志，伊倒转去加利利。马太4章12节甲13节，互咱一寡线索。因为耶稣听见行洗的约翰，互希律甲伊关伫监，所以伊才退去加利利。所以伫耶稣的时代，当耶稣出来行洗的约翰伫政治希律甲伊掠去关家了，伊感觉伫即个所在是毋是会影响伊传道的生涯？所以圣经讲，伊全退倒转去伊原来成长的所在加利利。总是伊无转去，为什么离开拿撒勒？迄甲咱今仔日的圣经有关系。伊嘛无倒转去伊的故乡，伊去到加百隆，就是咱头先讲加利利海的即个加利利湖的顶端的所在。即个所在伫海边，虽然毋是海啦吼，是加利利湖。伊伫迄个所在，成做伊3年传道生涯的上重要的基地。好，咱今仔日知影者，咱阁看即个地图，虽然即个地图是原来较远啦吼，咱会通看见的，即个就是耶路撒冷犹大地区。然后伊倒转加利利，就是有影绿色的即部分，拿撒勒伫遮。伊离开拿撒勒去到加百隆，伊咧讲的。西顿甲撒勒法是伫差不多即边遮，大马色是遮，所以咱会通看见是圣经甲咱讲，路加讲，伊伫圣神的关联倒转去到加利利的时，伊伫加利利可能遮有真侪城市，有真侪城市伫迄个所在，拢伫遐来传达遐真理等等遮，所以伊的名声传遍加利利，伊逐所在去拢到犹太人拢有会堂，看下咱小可解说。伊去会堂内底教是证人，互证人感觉讲，即个少年的劣比，伊真有讲道，伊讲的阮真会通接受。所以加利利地区的人拢学落伊啦，拢知影即个为拿撒勒人耶稣，伊是一个已经相当有出名的一个讲员，然后。到15节，有一天耶稣倒转去到拿撒勒，就是伊忠诚的所在。特别讲，耶稣前30年拢伫拿撒勒忠诚。伊伫安息日照伊平常的法度入会堂，就徛咧要读圣经。所以咱会通想象，我若是拿撒勒人，即个耶稣是出口转内销了。伊伫外口先有出名，加利利人遐个人拢知影。但今仔日倒转来咱的故乡伊第一遍进入伫会堂，伫遐要讲道。咱知犹太人的会堂，即孙仔五眼，意思就是聚集，是犹太人聚集的所在。为什么因爱有会堂？咱知影伫第一圣殿，所罗门起即个圣殿，互即个巴比伦灭亡了后，圣殿拢毁坏，互掠去伫巴比伦，也是讲留伫遐个地方的人，因以前即成年。十步1年300，一定要去圣殿献祭礼拜。那伫耶路撒冷附近的人，因一定拢爱去圣殿底下来敬拜祈祷。但圣殿无去所以因就用会堂来取代。逐所在只要听伊讲，我去查Google，总是查无出来。听伊讲，你只要伫即个地方有几个犹太人的家庭，恁都爱有会堂。每一天，即个地区，譬如讲南福里即个地区，南福里即个，你13岁以上，10个人一天3届去会堂来祈祷，伫遐来敬拜。
所以伫即个会堂的祈祷也着取代圣殿的敬拜，所以是逐所在拢有犹太人的会堂。啊，会堂的功用，因灭亡了后，当然就是敢若咱今仔日的这所小好，但是讲啊，即个City Hall，就是个公众集合的所在啦。有啥物代志，地方的人拢会到会堂集合来宣布，哎，伫遐祈祷。后来会堂嘛，诚做犹太人的学校，因伫遐讲因的历史、教因的主题，即个学习遮以色列的传统。所以一般的会堂，如果若较侪人有列比住在迄个会堂，啊，列比会通伫遐来解说圣经啦、经学书啦吼，伫迄个所在，互遮个人知影啊，摩西律法等等。较侪因无列比，可能干那一个管会堂的人。即个管会堂的人，伊爱伫遐来防止即个会堂啊一寡即个违反摩西律法的代志袂当做等等，啊，伊嘛会通邀请即个外来人讲话。拿撒勒会堂吼，听伊讲，我会记得这是我迄2012年去，有人讲这是拿撒勒会堂啦，当时耶稣的时代佫重建的，毋知有事实啊无？总是无大啦吼，无大。拿撒勒毋是大所在。会堂内底是坐无椅仔吼，啊，查甫的坐头前，啊，女的坐伫后壁。啊，当然无圣经，因是伫耶稣的时代，因就是羊毛卷啊，有足侪，所以会堂嘛摆足侪即个旧约的圣经啊，即摩西的五经等等遮的。所以因伫遐要读，就是爱下倒一个圣经。啊，我昨昏伫基石团契咧讲。圣经分章甲节是12世纪以后，为着要很方便，所以咱讲啊，以赛亚61章，哦，咱即摆真方便。耶稣的时代，伊毋知安那去分类吼，所以有人摕以赛亚书互伊找一个所在啊，读就是读以赛亚61章，大概就是安尼来读。所以咱来想想，我今日是拿撒勒人，我来听耶稣的讲道。啊，耶稣我捌伊啊，从细汉到我做伙大汉的啊。啊，即个已经伫外口小有名气。啊，今日倒转来到咱的故乡，伊咧讲道，我一定爱听，所以会带着期待啦。我捌伊以前都毋是遮敖讲话啊，你什么伫外口，逐个学落你讲啊，真敖演讲。如果今日来到咱中间，伊咧讲即篇道理，咱会做甚物款的反应？咱来看伊家己的故乡，下面拢是从细汉到我大汉的，下面有可能有阿叔阿伯啦，有诶无？拿撒勒遮的毛爷兄弟伫迄个内底。圣经讲有人摕以赛亚的册，啊伊就吹，吼，找着即段，主的信任到我，就咱今仔日即个即个启应文的时阵所读的。伊咧讲的是弥赛亚，上帝有一天会找伊的弥赛亚来，伊来到咱的中间，伊要传告迄个上帝接纳人的福音，要互送向人，要互受掠的人讲，恁今仔日毋免阁互欺压吧，会通得到讨报，恁会通得到光啊鲜明的，恁会通看更较清楚即个世间局势变化，受压制的人也会通得到讨报等等。伊读即段的圣经，耶稣的圣经实际上对这亡国以后的犹太人是非常的熟啊。因亡国了后，因就是咧期待即个上帝所抹油的嘛，一款期待迄个弥赛亚会通来到阮的中间。所以选的圣经，大家能够接受，而且很喜欢。这就是阮所期待。阮需要一个救世主，阮需要一个人来帮助阮独立建国。阮需要即个人来，互阮脱离罗马即个捆绑。总是下面即句就，互大家非常戆耳。圣经讲耶稣读了册行伊无讲诶，伊无选，所以众人拢注目看伊。耶稣即句话就诚做后来暴动的一个导火线。即段圣经，今仔日恁得听的是。已经实现，你甲想想，到底是啥物意思？
阮基台已经亡国，到耶稣的时代嘛，已经亡国500-600年，已经拢无国家。伊讲今仔日恁咧讲咧基台这个弥赛亚，今仔日实现啊。那你的意思是讲弥赛亚已经来啊，是毋是？你的意思是毋是讲啊？你应验是讲你家己本身就是弥赛亚？今仔日恁得听的时，你意思是讲啊，这个弥赛亚就是你啊？这对这乡亲、对介熟悉的人来讲，完全不能接纳。所以圣经吼，我看台语圣经就翻译了无啥好，众人拢干正伊啦吼，什么叫干正伊？奇怪，伊讲这个是文典的话，是犹太人所误望的、所期待的，然后伊转念一想，伊想讲即个我都捌你啊，你都约瑟的囝啊，你哪有可能是弥赛亚？所以众人现代台语甲迄干正伊，甲伊翻译做伊乡亲的人拢称赞伊。哦，你这个圣经讲了真好，你讲出阮逐人的期待，你讲阮会通期待即个弥赛亚，总是转念一想，煞感觉奇怪。啊！你咧讲弥赛亚是你呢？啊，你敢毋是约瑟的囝尔？所以乡亲伫迄个时阵，即种的反应可能一开始是感觉你真，互阮感觉真受到安慰，然后误望，然后开始奇怪，最后是错愕。所以哪有可能？耶稣伫迄个所在讲，今仔日听的时，即段圣经已经应验。我就是恁期待迄个弥赛亚，就是上帝甲我抹油差遣我来传福音的。所以对熟悉伊的人，伊感觉啊，你是占着药啊，你精神错乱。我捌你啊，我知影你啊，你著迄个目睭约瑟的囝，你今仔日哪会敢家己讲，你就是阮所期待的弥赛亚？这无法度通接受。若毋是真诶，家己认为家己是迄个上帝抹油的弥赛亚，即个是亵渎上帝，是大不敬。所以事实上，用石头甲钉死的，咱知影，伫以色列犹太法是亵渎上帝是真大的罪。所以后来因要去甲车落去山崖，即个无奇怪，因为即个对因来讲，耶稣你已经亵渎着上帝，所以因无法度通接受。这是后来咱来看弥赛亚的宣言伫以赛亚61章，甲耶稣后来咧讲八福气，有真大的迄落。伊讲弥赛的使命是啥物？弥赛的使命是传福音互丧乡人，就是八福的第一福，心内丧乡的人有福气，因为恁要得到饱。所以福音是要传。互心灵丧乡，毋是干那传互恁拿撒的人，毋是干那传互恁犹太人。即个弥赛亚来是要互一切心灵感觉我真贫乏，我无法度，我需要即个弥赛亚。伊要医好伤心的人。耶稣伊即个八福内底讲，心内忧伤的人有福气，因为要得到安慰。咱为着咱家己的罪，为着咱的无法度通行到上帝公义，咱心内家己艰苦。要宣告受掠的得到讨放，对犹太人来听，受讨放检测就是脱离罗马帝国的统治，卖这殖民地，互阮独立建国。总是用长远历史来看，受掠的咱拢受掠伫罪恶甲死亡的捆绑的中间，咱会通伫耶稣基督伫即个弥赛亚内底来得到讨放。咱会通无受关入监狱内底，离开死亡的迄个得到永远的活命。弥赛亚来是报告上帝要欢喜接纳罪人，上帝要借着耶稣基督的救恩来甲罪人和好。这是弥赛亚的宣言，甲后来耶稣讲的八福，伊是为着众人所有罪人愿意接受的、伤心的，也是心内丧乡的，也是受压制的，是为着众人的，毋是干那为着恁犹太人。所以，以色列人
当时拿撒勒人他们的思想太狭隘，因无法接受耶稣咧讲一个普世性的弥赛亚，因看见敢若看见伊的出身。我看你大汉的，你到底偌侪斤两，我们很清楚。啊！你今日竟然甲阮讲你是弥赛亚，即个实在伊无法度人接受。有时咱嘛安尼，咱定定自以为是，咱有足侪无形中的偏见。当耶稣学生带甲耶稣相拄，咱读约翰1章46节，去甲拿答业讲，拿答业嫌耶稣都无看到，第一句话就讲。啊！你讲迄为拿撒勒来，拿撒勒吼，从来没有出过一个伟人啊，无啥物好面啦。有时咱嘛会安尼想，咱有足侪偏见，不自觉对种族的歧视。台湾人较高尚，台湾人较高级、较优越，迄较落后国家，非洲倒位的，咱对种族、对地域、对阶级。对教育程度、对职业、对性别，甚至对身材，有时候我们无形中都会有这种的偏见，然后自下一个判断，咱定定会安尼。耶稣知影伊的动向，心内开始面色有反应，所以伊佫甲伊讲，恁的确会用。因当时大家真知的俗语，医生啊，你着救家己啊！你家己都自顾不暇啊！你佫想讲你是一个弥赛亚？既然听见我听见你伫嘉比龙行足侪代志，你嘛来行伫即个所在啊！耶稣说出他们心里的话，其实这乡亲相当的矛盾，相当矛盾。第一。本来拿撒勒是咱讲耶稣的本命区啦，以前虽然大到熟到说，熟到一个程度，反而贬低他，反而感觉讲啊，我捌你啦，早我就知影伊哪有可能是即种人，总是一方面甲伊讽刺讲，啊，你做目睭的囝，你家己都。家己生活的困难，还是讲你要啥物要去偷放遐受压制，你家己伊，总是搁另外一方面，因感觉讲无咱同乡的，你伫嘉北良，你伫嘉义其他所在行足侪新力，阮是你的乡亲，你嘛该行伫阮即个所在。所以是相当的矛盾，一方面是看轻你，一方面感觉，如果你真的有那个能力，啊，阮是甲你乡亲的，所以你会特别优待阮。耶稣真清楚，遮个人知影咱的人性，知影咱对代志有足侪咱自以为是的看法，所以开始讲到两项代志。啊，这两个故事咱真熟啦吼，伊讲到以利亚。甲寡妇的代志，伊讲到以利沙甲乃縵将军的代志，所以伊用即个两个例，像我讲的，伊事实上伊是咧讲，在地人无法度接受，外邦人反倒会通信服甲顺服。啊，我想咱对即个故事，如果若无熟，用我真紧来回顾一下以利亚甲寡妇的故事。以利亚。去甲亚哈王伊讲，因为你做违反上帝事，所以我若无祈祷3年，即个所在无落雨，嘛无露水，里面会会惊慌，会欠收。啊，伊伫遐有过了后，伊家己本身嘛爱，亲像即摆遮巴勒斯坦人，毋知要走去倒逃命甲就，我嘛爱找一个会通养饲我的所在，所以上帝找伊去到。约旦河有一个基利溪，咱会记咧基利溪的故事。迄搭遐有水，然后圣经讲上帝差遣乌鸦、甲肉来养饲以利亚。总是时间经过了3年还未到，河水就干去啊。所以上帝甲以利亚讲，你去西顿去找一个州官人。上帝
的安排真奇怪，伊无找以利亚去犹太人的地区，找伊到西顿推罗撒勒法的所在。迄个咱头先看地图，迄是外邦人，今仔黎巴嫩的地区，佮往北一直走。所以讲，你去到遐，我已经命令安排一个酒馆的人养饲你。以利亚真正就叫你去，毋知行偌久就去到撒勒法。真正伫城门外拄着一个酒馆的人伫遐咧抾茶。以利亚还先甲伊求讲，拜托你用器具摇淡薄的水，互我非常的喙干。去摇的时，以利亚佫甲伊讲，等下，无你才顺手摕淡薄饼来互我，顺手，伊讲甲非常的自然。即个酒馆人、妇人人甲伊讲，我指你的上帝，我甲你救纸，我无一个饼，我干那剩一把面粉甲一点仔油。我即摆是出来抾茶，我倒转来下茶做一个饼，这是我甲阮囝最后一顿。我食了后，就是准备讲佫落去就无啊，就应该爱死啊！即个上帝叫以利亚去挖靠一个家己散甲都无当人挖落去的即个寡妇。以利亚安怎甲伊讲？听到即个话，有时咱会搁较受气。伊讲免惊，做你去，照你讲的来行。总是你提醒我，咱互我一块饼。我甲你讲，我都有困难，阮最后剩一块饼尔，干那我甲阮囝食就要死啊！你搁甲我讲提醒互我一块细饼，哪有迄个细饼？你是我免来分你啦，这是我最后的活命。伊甲讲，因为上帝有应允，如果你若安尼做，汤内面粉袂少，油袂少，到你会通挡到耶和华落雨伫地上的日。然后这个妇人人照安尼去做。后来咱知影以利亚甲这个妇人人，以利亚佫救着这个妇人人迄个囝，这是咱有机会倒转去看《龙上卷》17章的故事。这是以利亚甲寡妇的故事。咱人看见有时你较想象迄个情形，这以利亚有一点过分了，叫人舀水，叫人摕饼，叫人做好佫提醒互我，你才去互恁囝食的。你饲一个孤儿甲寡妇。对，这个寡妇，这个有疼心的寡妇，反正大家都要死啊！伊来接待无条件接待一个外邦人，一个我无熟悉的人，然后伫伊的顺服内底，以利亚甲这个家庭做伙度过难关。这个是第一个耶稣讲以利亚甲寡妇的故事。第二个讲到另外这个先知以利沙，这是列王下卷第5章的。咱知影这个故事搁较激烈。因为乃縵是以色列对敌的将军，今仔日如果一个解放军的将军来甲你拜托，来甲你讲什么代志，咱可能立正站好，咱伊讲啥，咱一定顺服的。今仔毋是这个乃縵，伊虽然战功彪炳，总是不幸着太哥。太哥就是大家拢爱离开，佫传染病，大家拢惊，人生上大遗憾。所以你著太过人甲报讲，以色列有一个先知，伊有能力通救你。乃縵已经谦卑，准备买车，做礼物来到以利沙因兜门口。伫迄个门口，伊要来拜托，听讲你有能力，互我前去。总是以利沙现出来建议，就歹出来建议，姿势摆甲非常的悬。伊叫一个使者去甲乃縵讲。我知你要求啥物，你敢若去约旦河洗7摆，你就会通得到称去。即个乃縵伊的迄个民族自尊心，甲迄个阶级的傲慢，就生出来。伊想讲我已经遮尔来谦卑的来恳求你，无你至少嘛出来见我，无你出手嘛讲我替你祈祷，我怎么样？无你伫我的无清气的所在。我嘛感觉安尼较有法度通医好我。伊继续讲，叫我去约旦河，约旦河是安尼落垃圾。我伫大马士革、大马色，今仔日叙利亚这个所在，大马色这2条河，无比恁约旦河较好嘛。所以受气，伊活转想要走，
总是会萝卜进前讲，头家啊，如果先知讲叫你爱安怎做，等，较用迄个较困难的，你会感觉讲，无一定安尼较有效，你敢会安尼去做？伊今仔敢若甲你讲，你去洗7摆，遮尔简单的代志，真正若无效，你嘛无浪费偌济时间啦。你就去洗看卖嘛。所以乃曼能够接受别人的建议，伊就落去，照上帝路步，伊会把得到清气。所以伊会通清气，就是已经放落伊民族的。我今仔日已经真谦卑啊！我的阶级是遮尔悬，伊放下一切来求，我要得到清气。今仔日咱伫罪恶的中间，人讲我道德已经相当不错，我还需要耶稣基督的救赎嘛？我靠我做功德，敢无法度通得到清气？敢无人得到接纳？即乃曼伊真谦卑，愿意听别人的意见，伊愿意顺服一个外邦先知的指示去做遮个代志。有时咱一个偏见就是讲，愈简单的，有时你感觉我这个无好味，这个诈骗集团。我要得到救赎，我一定爱刻苦家己。路顶马顶就是安尼，伫这宗教改革以前，伊刻苦家己，伊若有歹的思想，伊家己往边拍家己的脚趾片，潜冷水，我嘛赶出去，互我会当因行为来得到伊。总是后来伊读罗马书讲，无上帝讲因信称义，你相信，你顺服，会通得到称做义。稳定的奇妙的所在就是信，伊通得到帮助。信来得到清气。今仔日咱咧讲，基督教有时互歹接受的，毋是讲要求伤多，反而是要求伤少。人感觉讲，哪有可能讲我信，我伫耶稣基督的名内底接受耶稣基督，我就得到清气，我就得到永远活命。怎么有那么便宜的事？我无法度通相信有即种遮简单的事。稳定就是白白得到的。今仔我若爱付出代价才得到，迄毋是稳定，迄个是我凭着努力去得到的。稳定的我完全不配，我无做啥物代志，是上帝听我为我来付出的代价。即两个历史的故事对拿撒勒人来听，对犹太人来听，以利亚、以利沙因拢真熟。得到帮助的是一个小寡妇，是一个无依我的人，一个是大将军，一个是被动得到稳定，一个是主动来求上帝稳定。一个是为着我性命会通继续延续，一个是为着我罪我太过会通得到清气。虽然拢是外邦人，总是因为因欢喜顺服伫以色列的先知，因欢喜来谦卑来领受。所以这两个表现出一个谦卑、信心甲顺服，他们突破了种族的优越，突破了一切迄个自己的偏见。所以耶稣讲，先知伫本地无受尊重。咱看到今仔日犹太人也无人接受耶稣基督，因也咧期待迄个以赛亚61章迄个弥赛亚。犹太人真优秀，因有民族优越感，我是上帝的选民。这反而阻碍了因去领受上帝救恩。今日这个信息甲咱讲，不管犹太人、外邦人，你信心来亲近。这个弥赛亚毋是为着某一部分的人，是为着心灵丧向，是为着受捆绑，是为着要脱出死亡关伫死世的中间的人。这个乡亲。他们听懂了耶稣弦外之音，伊咧指责因的民族优越感，因咧指责因的偏见等，所以满心受气，甲伊赶出城外是咩个？当然上主要目的，主要要甲车落山上重要，就是他们不认为耶稣是基督，是弥赛亚，这个是对因来讲绝对无人接受的。我太认识你了，认识到一个程度，你不可能是他。为他带来一个杀身之祸，咱是不是有可能嘛是安尼？真侪代志咱不理性、偏见、
蒙蔽了咱的目睭。圣经讲，因要甲车落去，耶稣就因中间行过，做伊去。当然啊，上帝救恩，如果你若无接受，伊就是离开啦，伊就是离开啦，伊就因中间行过去，无接受。所以今仔犹太人也搁咧为着这个代志咧争论。今仔耶稣又原来对咱讲话，对咱有啥物启示？我需要弥赛亚无？我今仔对代志的看法，我是目睭清明。我有感觉我心灵袂当得到帮助，我有感受到我无能脱出最后的捆绑，我惊死亡，我互死亡压制条条，我毋茫得到永远的活命。最后所弥赛的宣言，你有需要无？伊会讲安尼，伊对我有意义无？然后以利亚甲以利赛故事提醒咱，莫互咱家己的有限偏见来辖制我们领受救恩的机会，所以咱今日用这个来做咱的结束，就是毋茫咱接纳伊，因为安尼咱会通成做上帝的囝。所以来读约翰1章11、12节做伙来，伊到家己的所在，也家己的人毋接纳伊，既若接纳伊的，就是信伊的名的人，伊就享受因有权。成做上帝的囝儿，约翰1章11节到12节，做伙来祈祷。天父，阮感谢你，求你，互阮会通接纳你。阮常常受到家己的偏见所影响，拒绝做得到恩典的机会。主啊，求你赦免阮阮家己心内做的歧视，不管是对人、对代志、对做看法，特别恳求你，互阮接受。你就是迄个受我油的弥赛亚，我是心灵丧向，我是为着家己的罪，心内艰苦伤心的人，我是毋茫得到讨放，会通得到脱出迄个捆绑的人，恳求你帮助阮，就像即个乃曼，就像即个撒勒法的寡妇，我因为相信顺服，来得到活命的机会。来得到迄个无条件你享受我的恩典，这是阮的祈祷，奉主的名来求，阿门。信息撒到来吟信息回应上帝的话，信息189首，主属因我比宁，请起立来吟。请戴任宽、陈小文技师来书献。
报告教会消息。欢迎大家今仔日参加礼拜，礼拜煞请留落来互相请安甲交谊。第二，少年团契今仔日礼拜煞伫地下室有10月份的聚会，邀请贵敬弟兄来分享民航技甲航空领域的一些知识。即摆的例会也要提早庆祝重阳节，甲改选干部，请相连的兄弟留落来参加。第三，圣歌队今仔日开始礼拜煞要加班来练习圣诞节的献诗，碰是拜五暗时7点半嘛有固定的练习，欢迎有意愿参加的兄弟来加入。第四，后礼拜日教会要准备礼券，要赠送予有年会的兄弟，提早庆祝10月23的重阳节第五，后礼拜中昼12点要召开主日学的教员会，请主日学的老师甲同工准备心做伙来参加甲讨论。第六，幼稚园的董事会嘛是后礼拜中昼礼拜三会召开，请董事准备心来参加会议。集体消息个别礼拜，咱林宪东兄10月3号安息主怀享年83岁。个别礼拜安排伫即礼拜4早起10点半伫二滨，请大家为贵下姐各有因的遗嘱来台岛。教界的消息甲台岛的事项，请大家参见周报。牧师当有。我是代表教会来欢迎今日中间咱几个新的朋友先来欢迎这个后个月要做新娘的这王公亮长老的将来的媳妇蔡代珍这11月新娘11月是理事长李贵。25我拜六啦下晡伫咱教会要结婚，咱带咱满北的祝福来参与伫因的婚礼足恭喜戴珍恭喜王长老甲王医师我另外来介绍一个足欢喜我伫美国的时有一个伫 UCI 的学生啦UC Urban 的学生叫许宏奇20几年前今仔日带因某今仔即马无伫遮，带因某甲因囝来甲我看许宏奇经过遐久即马做老爸佫带2个囝来参加阮的主日欢迎你希望可能礼拜三有好的太太可能伫楼顶甲囡仔做伙，其他还佫有需要我介绍的人无？我特别咧有咱的迄个你带来朋友还需要介绍。礼拜三咱有机会，大家留咧互相交易多谢。信息498首，主的福音真道理，唱煞请张牧师来讲道。
愿主耶稣基督救赎的恩典，天父上帝无限无条件的疼惜，圣神的安慰、医治、祝福、恩赐，甲咱正大家三地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